的家到底在哪？仰首眺望月光處，遙遙天邊看那月牙。小娃娃問媽媽，偷偷先生那天回去。只聽見媽媽說，流浪將跟他永遠伴隨。聽到這娃娃說，為何兔子先生不聽教，如離開了爸爸媽媽，無疑都會十分牽掛。某天小娃娃他說，想知道兔兔你何時歸家，那年離去溫和的家，已忘掉當天有多瀟灑。但聽兔子先生說，今天我也盼望能歸家。看流浪的我始終需奔跑，怎去停止呀？難謝小娃娃哭訴，今天我也去流浪好嗎？我常犯錯氣怒媽媽，也常捱打，痛苦喧嘩。無論有多少責罵，今天你快快回你的家。那團聚溫馨，要懂得珍惜，趕快回家吧。兔子輕聲說，兔子輕聲說，無論有多麼的晚，忘掉那一晚，忘掉那呼喊，懷內有對家牽掛。兔子先生輕聲說，今天你快快回你的家，仍是那美麗的家。